作文怎算得可靠？只懂發瘋，想要戀愛炮，吸收知識的腦袋裏找，人為何祈求非窺探俯瞰一切的忠信，尋求良機釋放失去修養的心癮。想得到種種關注，欺騙萬人，完全無稽，不怕壞腦筋。水轉蚊，人轉人，留言中想探討，花邊細胞1秒鐘報道，愛沉淪神秘裝身上的葫蘆，儘管看不到都已視如清途，非窺探俯瞰一切的忠信，尋求良機釋放失去修養的心癮。想得到種種關注，欺騙萬人，完全無稽，不怕壞腦筋。太滿到靠近似未發寶，謠言糖果一顆顆，即可解你苦燥。來，一堆顛倒，一堆惡意擺進局路，不敢抬高，響現有制好。是非保證給你加冕的人情，題材隨機不切身，也需要去打聽。多給我針鋒相對，可笑罪名，仍然無阻我將世俗看清。